再来看高雄一间公立的基职学校，教室亲像风头装摄影机，学生伫2月底发现讲怪怪，一检查就找到摄影的镜头。学校是表示讲这毋是因装的，会来调查，嘛已经有通报校安，嘛考虑讲会去报案。装伫教室后壁公布栏的照明灯，灯搭下骹会当看到那亲像是摄影机的镜头，互发现学生是惊一跳。代志发生伫顶个月2日，体育课上了，伊转去教室的时阵，发现灯搭下骹咧反光，那毋是伊去检查，毋知影这个镜头会放偌久。其实蛮明显的，照明在下面挖一个洞，然后里面塞那个摄像头，应该就涉及到隐私问题。代志发生的迄天，拄好有聚会，嘛有同学咧讨论。加长工原来照明灯，互人换做另外一个，发现镜头的所在，互人画甲乌乌。学生认为其他同学无可能有照明灯通好替换，怀疑是其他人所做的。毋过学校讲毋是因装的，嘛表示正正无学生反映。即马当咧这个调查科技的人，无排除是有人咧创治。平常我们的校园安全管理是很谨慎的，得登记才有办法进到校园里面，所以不太会有外人进来装镜头这个动作。拜透早来到教室现场，装照明灯的区域已经无任何物件。警察局讲无接到报案，学校表示会通报校安事件，所来无排除报警。教育局回应讲，我学权伫中央，会由学校通报。记者王柳婷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